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這個恆大一破產以後這個上下游大量的應收賬款，大量的這個連環債，該怎麼處理？實際上自從恆大爆雷以後這個有很多跟恆大有關的企業都已經破產了，就是因為應收賬款要不回來，很多還涉及到上市公司。有一些上市公司辛辛苦苦一夜回到解放前。今天这个財經雜誌它8月20號刊登一篇報道，叫破解地產連環債。今天我們就來一起看一看財經雜誌這篇報道。它是個深度報道很多人聊地產危機，目光大多盯着房企暴雷、樓盤爛尾、買房人的損失。但是財經雜誌這篇報道把鏡頭對準了鏈條的下游，千千萬萬給房企幹活的中小供應商。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因為中小供應商大部分在這個，比如在恆大裡面，那它肯定是普通債權的清償率那是非常低的1%、2%就這麼一個水平，可以忽略不計了。房企欠錢，債務一層層往下傳，形成了一環後一環的三角債。對吧？這個鏈條往下傳導，恆大欠我的，我欠我下游的，我下游欠下游的，是吧？這樣連環欠，形成一個鏈條，把大量的小老板拖入泥潭。所以說，這個財經雜誌它這邊報道，先簡單講清楚什麼是地產連環債。過去房地產盛行的時候，行業裡面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就是先幹活後給錢，層層墊資。開發商找總包蓋樓，總包再分包出去，材料商、勞務隊先墊錢供貨施工，等房子賣出去回籠資金，大家才能拿到錢。樓市火爆的時候房子賣得快，資金賺得動，就算互相欠一點賬，問題被繁榮掩蓋住了。但是樓市行情急轉直下的時候，房子賣不動，不少房企現金流直接斷裂。麻煩就來了，房企拿不出錢，就拖欠總包的，總包拿不到錢，就再拖欠分包商、材料供應商，一層一層往下傳導，最後小微供貨商、小個體戶、勞務工人全部就被捲進來了，就這麼形成了長長的一個債務鏈條。根據統計僅僅20家 A 股主流的上市房企應付賬款就高達14305億元，這裡面絕大多數都是工程款、材料欠款。要是再算上一大堆沒上市的中小房企，整個鏈條的債務規模還要大得多。像綠地、富力、新城這些企業，都出現了海量被供應商起訴追債的案件。每一筆巨額數字的背後，都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小生意人。那麼財經雜誌文章裡面舉了好幾個真實的案例。有做苗木生意的老板王成強，幹這一行17年了，之前接了地產景觀項目，工程早就交工了，還有600萬工程款要不回來，他一遍遍去找總包，得到的回復永遠是開發商也沒給錢，我們也沒錢，怎麼辦呢？你還沒話說，錢收不回來，可他自己還要給下游買苗木，發工人工資，只能掏自己的積蓄，找親戚朋友借錢硬扛，到最後實在扛不住，被下游告上法庭，成了被執行人，賬戶被凍結，高鐵動車都坐不了。他現在每個月想盡辦法固定還1500塊，哪怕錢不多，也表明自己沒有擺爛。以前消費條件不錯，現在全面降級，能省則省，老家自己種菜，盡量少花錢。要知道這些人以前都是 KTV 對吧？商 K 裡面的主要買單者茅台的消費者。你說這些人都成老賴了，所以說商 K 關門茅台賣不掉，這不太正常了嗎？對吧？這是主力消費人群呢。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對吧？這個2025年是這個應收賬款暴雷之年。為什麼這麼說呢？實際上因為就是恆大暴雷開始。你看像這個王成強這樣的人，
他就被耗干了。他不能是第一天他就倒吧？恒大他的那个上游啊没钱了，他自己还得扛啊，他扛2年3年扛不下去了，对吧？被自己下游给告了，成了老赖，被执行。这个中间3年叫韧性，对吧？正因为每个環節都有韌性，都扛，咬牙扛。但是啊，你總要，對吧？扛了5年了，你還能扛嗎？這就是應收賬款要暴雷啊，因為扛不住了嘛，對吧？所以說這個啊，就是我們一直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像王臣強這樣的勒緊褲來扛。還有做櫥櫃生意的張瑞琴，接的是地產樣板房項目，有的錢拖2年，只收回一半，70%。公司要持續承擔房租、人員工資，回款是遙遙無期，現金流被死死卡住，很多同行直接徹底垮掉，要麼去打工、跑滴滴、開貨拉拉，徹底離開地產相關行業。報道啊，還提到一個很扎心的現實，很多做工程的小老闆做生意會拿個人房產、車子做擔保，公司一旦資金鏈崩掉，債務直接落到老闆個人頭上，不少官司還沒打完，公司已經倒閉，人都聯繫不上了。我就一個朋友，一個同學，就是做這樣的小老闆，給這個啊房企供應這個苗木啊這些東西，恆大一爆雷，我就建議他，你趕緊別做了，趕緊關門，對吧？你把錢能要回來，哪個房地產公司你都別跟他做。他不信，對吧？他覺得他的機會到了，他要擴大生產，擴大。為什麼呢？那這個房企啊，他找別人要不來，人家都不敢給他供應了，對吧？所以房企就開始找這小供應商。這小供應商他這個好不容易有這麼大的公司看上我了，對吧？那我這發財了，他不知道風險，結果啊也是褲衩子都賠掉了。現在在送快遞啊，幹家政啊，搞什麼保潔之類的。深陷連環債的企業普遍變得非常保守。現在很多老闆心態就是寧可不接單子，也絕不墊資。你看都晚了，對不對？我在2021年恆大一爆雷之後，我就建議，對吧？就是現款，你不做我就不就算了。結果好多人說你不懂，你也不懂工程，對吧？你對中國也不了解，所以這些人，所以有的時候你發現這個啊，你現在回頭看看，這些人估計是腸子都悔青了啊！再去墊資，很可能又一筆錢打水漂，大家不敢投資，不敢擴張。這已經不只是房地產一個行業的麻煩，就會拖累就業、民營經濟、消費，變成宏觀經濟類的一個堵點。更殘酷的一點是，就算房企開始還錢，中小供應商的位置還在很靠後的位置。處理債務是有先後順序的，首先要保交樓，保障買房老百姓的權益，保障農民工工資，之後再處理銀行債券、總包這些大額債權。像材料商這種普通債權排序很靠後，其實實際上就是普通債權嘛，清償率很低啊。房企手裡的資產分完前面的債權人之後啊，留給中小供應商的所剩無幾。有房企破產案例，普通債權人清償率居然只有0.69%，你看沒毛病啊，1%嘛，100塊錢債權只能拿回來不到7毛錢，現金拿不出來，市面上就出現非常普遍的解決方案。以房抵債，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公抵房。房企不給現金，拿住宅、商鋪、車位、酒店這些實物來抵扣工程款。文章啊舉了趙管琴的例子，房企拿5套房子加1間商鋪，作價2000多萬抵給他的工程款，但是房子不好賣，資金壓力逼得他必須快速變現，當初作價500萬的5套房子，最後只賣了160萬。2000萬的商鋪也只能按1000萬出手，一番折騰下來，到手現金大幅縮水，這就算好的了啊！還要什麼自行車啊？是吧？你這個收回來50%-60%，這已經非常不錯了。你真的到時候破產，你只能收回來1%。這個啊，這種化債方案什麼意思啊？就是你賺的錢就吐出去了，你的利潤就別要了，你甚至把你以前賺的錢吐點出來，大家一起渡過難關，就這麼個思路啊。所以說。雖然你賬面是2000萬，但最後你一折騰回來，這個回來1000萬，你不就是你這筆生意白做了，賠了錢，你把以前賺的錢賠點回去，對吧？這樣的話，每個人都出點嘛，每個人獻點愛心，他不就是軟着陸嗎？就不是硬着陸。除了直接把房子過戶抵債，還有一種模式，
轉讓資產若干年的運營收益權，但是產權不給你。這兩種本質都是拿資產換時間，供應商要自己承擔資產貶值、賣不掉、收益不確定的各類風險。但很多供應商很無奈，有資產拿總比什麼都拿不到要強。榮盛發展一家企業以物抵債的規模就達到了33.83億元。面對這個盤根錯節的爛攤子，現在是兩條線同步推進，一邊是市場自主體自救，另一邊是政策層面出台制度漏洞。這是財經雜誌他說了啊，他說市場自救啊，主要就是通過協商談判，以房抵債，走訴訟打官司，但打官司也不容易啊，很多案子執行難度巨大，實際回款率普遍只有4到5成。現在不少地方法院也在想辦法搞聯動調解，失信企業數量都在明顯下降，政策端也在持續發力。最近住建部發通知，要求明確工程款支付時间、違約責任，推行工程款支付擔保，鼓勵所給付保函，要求沒有爭議的款項要優先給錢，從制度上減少拖欠。更早之前，國家就出台條例，禁止行業裡面很坑人的叫背靠背付款条款。簡單的說，就是不能拿甲方沒給我錢當借口，就拖着不給下游結賬，要着力解決拖欠中小企業賬款問題。當然，政策也有現實的邊界，企業之間的商業欠款不能像處理政府債務一樣強制一刀切，大多還是依靠市场化協商，沒有設置強制清零的時間表。債務化解是個慢過程，更多是用時間換空間。不少業內判斷，隨着保交樓逐步落地，其他大額債務逐步處置完之後啊，供應商的欠款處理才會迎來實質性推進。而被困在債務泥潭的生意人也在主動找出路，像贵的老板減少地产工程大單，轉向普通老百姓的家裝零售市場，苗木老板開始轉型做高端苗木業務，等待債務解開之後的重新創業。這個想的簡單啊，這實際上就是你把以前的債清零就完了，就不要老想着把那個忘掉吧，已經這樣了，对不對？誰讓當時對吧，貪心不足蛇吞象，以為機會來了，巴巴來跟人家做。這個財經雜誌啊，整篇報道給我們的啟示很現實，就是這個房地產低迷是吧？地產連環債不是只有買房人承受損失啊，整條產業鏈成千上萬中小商家代價慘重。想要徹底解決，一方面要慢慢化解存量的舊賬，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建設制度新拖欠，避免以後再重演大規模层层墊資、欠钱不還的老故事。實際上就是什麼呢？就是這些下游的中小企業供應商不要再墊資了，如果墊資你還有可能被拖進去，褲衩子都没了，那是对吧？這種風險沒必要承擔。那現在你承擔了，那你不要叫喚，對吧？你當初是你撲上去做的，人家可沒逼着你啊，對吧？我堅持40天的賬期，你跟人家鬆口，你說我60天賬期，那人家當然找你做了，找你做，那別人就說我90天賬期，是吧？那甲方就找那個人做了，所以咱們這叫互相內捲，你這人捲的導致，對吧？越欠越多，最後人家一爆雷全歇菜，对吧？所以說這些中小企業这些人被欠債，他們自身也有問題不能全賴房企對吧？當初你為了競爭這個客戶，你底線太低了。這裡面實際上中國房地產報也報道同樣的事說的就是虧本甩賣40套商鋪，尚有13億元抵債房，東方雨虹被迫當房東。東方雨虹是家上市公司做防水的。那這家公司就是非常典型了叫防水龍頭東方雨虹又一次將抵債房擺上貨架。8月20號，東方雨虹發布公告稱，將位於北京密雲區40套商鋪和辦公用房進行出售，這些資產賬面淨值3627萬元，交易價格僅2065萬元，那就是6折直接產生處置損失1732萬元，折價幅度達到43%，也就是打57折
這批房產總面積4605平方米，公司在債務清收過程中被動取得的下游客户抵債資產，抵入時按住建為一手房備案價核算入賬，賬面原值5890萬元，前期已減值準備2263萬元，此次成交單價僅4484萬元每平米，低於當前密雲城區商鋪6000到8000元每平米的市场均價。你看啊，就是打折啊，那这个也就是打7折嘛，就是商鋪啊打了市场價打7折往出賣，甚至打5折。對於本次資產處置，東方雨虹表示啊，近2年房地產交易遠不及預期，商鋪辦公用房價值大幅回落，且交易活躍度顯著降低，也就是說他這房子能賣掉就不錯了，你打5折都怕賣不掉啊。整體流動性偏弱，本次出售房產旨在處置非生產資料，盤活閒置固定資產。這個還沒完，後面啊，集中賣房回流資金的同時，東方雨虹抵債資產仍在持續新增。什麼意思啊？越來越多的開發商把房子抵給他就是越來越多的應收賬款要不回來錢，只能要回來房子。所以說啊，8月20號，東方雨虹披露新一輪債務重組。一方面，作為債權人，接收下游欠款客戶的住宅、車位、商業、辦公等抵債資產，抵償債權1.05億元；另一方面，作為債務人，將自有部分資產轉讓抵償上游供應商欠款2535萬元。你看啊，就是東方雨虹，他也欠別人錢，他也拿房子給別人抵，但是你給抵給別人，那你還得打折。這房子它不是錢，他從別人那抵過來已經打過折了。哎，這債務已經打折了，對不對？他再抵出去又得打折啊，因為什麼呢？我告訴你啊，比如說有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欠東方雨虹1個億，那人家把那房子就按1個億抵給他，那房子比如說我開發商，我這可是我開發完啊，我備案價是1萬一平米，那我就按1萬一平米抵給你啊，不可能打折的啊，你愛要不要？為什麼呢？因為開發商已經躺平了。你要不要？你不要，你還得對吧？你動作最好快一點，你不要這個房子可能被別人拿走了。反正開發商是叫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好，人家是擺爛，所以人家只能原價抵給你啊，抵你1個億，就1個億的房子。好，你把這房子抵給這個你欠錢的對吧？那個上游，那你只能5折抵給人家啊。你說我也按1個億抵給你，是人家1個億抵給我的，我也1個億抵給你，那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你沒有擺爛呢，人家告你啊，告你法院來查封啊，對吧？你這資產，那你這個上市公司還玩不玩？不玩了吧，對吧？一告你肯定敗，你欠人家錢，然後人家一查封你，把你賬戶對吧，把你資產強制變賣，給人家錢。所以你要跟人協商的時候，你1個億頂來的，你頂跟人家頂都能頂5000萬，明白了吧？這就是上市公司，你要是吃虧，除非你這個東方雨虹說我也擺平了，擺爛，對吧？我也躺平，我這破產重整了，對吧？那人家拿你沒辦法，只能說，哎呀，我1個億就1個億吧，給我，只能這樣，對吧？所以這玩意兒就是博弈啊，就是看誰更爛啊。所以你看啊，這個東方雨虹就是一手把自己的房子頂出去，一手又不停的從開發商那拿房子回來，因為都沒錢。問題就在這兒，你怎麼就導成這樣的？沒有錢，歸根結底就是房子是沒人接盤，賣不掉。然後這個房子頂到這些人手上之後怎麼辦？他最終是要賣掉變錢的。所以當這個房子頂到第3個人手上的時候，他本來是1萬塊錢頂出來的啊，到第3個人手上恐怕就是3000了。3000一平米，那他就賣2500，是不是啊？那這個就導致什麼？導致房價還要下跌。所以啊，這個公抵房、抵占房大量出現，就會導致啊，咱們樓市還得往下走一步。你不走，人家手上頂了20套房子了，他幹啥？房子也不能發工資，對吧？這房子反正頂給我的時候啊，雖然市面上這個同位置的啊、同地段的、同類型的這個房子是1萬一平米，但是我頂過來是4000呢，那我3500賣也可以嘛，對不對？趕緊變現呢。所以你看啊，是不是房價還有往下砸的這個空間呢？就因為大量的這個頂占房，而這個東方雨虹它的頂占房就有13個億，就他一個上市公司，他不得砸着賣嗎？不賣那13個億房子放那兒怎麼辦？他沒法管理，對不對？只能變現啊。
砸着變現啊，這就是什麼樓市回暖吶，對吧？房價上漲的絆腳石啊。剛才我們已經說了啊，你這房子降價能賣掉，那已經燒高香吧，就是說明它還有流動性。現在很多地方它沒有流動性，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就是它房子賣不掉，沒人買，這才叫要命啊！就你降價也沒用。如果你現在在3、4線城市，很有可能就是這樣子。不要說3、4線城市了啊，你就是北京周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說北漂23年，多少人掏空6個錢包置業还京，就是北京周邊的还京，比如燕郊吧，比如那时候涿州大厂河那都是还京啊，該何去何從？這作者說他說掏空父母養老錢，耗盡自己10年積蓄，跑去還京買房安家。現在最難的不是房價跌了，而是房子掛出去半年，根本沒人接盤。說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北漂，大多都做過一個安家的夢，手裡夠不上北京的房價，就把目光投向還京，以為花光家裡的積蓄就能給自己挣下一個落腳的窩啊！這個對吧？你問一問胡一靜老師，胡一靜老師最有發言權啊！他就在大廠通州那個隔条河对面，應該是孔雀城，他就是在2016年前後買的房，10年了，那房子他就砸手上了他就裝作不知道忘了，租也租不掉，賣也賣不掉。可現實狠狠給很多人上了一課，網上刷了不少留言，很多人卡在同一個困境裡，房子砸手裡，想賣賣不掉，想留壓力又巨大。有人會吐槽說，當初為什麼非要買還京他說但只有身處那個年代的打工人才懂，那是當時很多普通人看得見為數不多的安家選項。那幾年北京購房門檻越來越高，工資的漲幅遠遠追不上房價，不少北漂夫妻每天往返2、3個小時通勤，把安家的希望寄托在還京片區。那你說一说，為什麼胡一靜老師，對吧？他在那個東三環外萬達那兒有房子，他為什麼還跑到大廠去買房呢？一個道理那時候坊間流傳各種規劃利好的消息，這些都只是當時市場流傳的坊間傳聞，並非官方落地的承諾。可身處熱潮之中，普通人很難保持絕對的清醒。我認識一對夫妻，2口子在北京上班，2018年把夫妻倆工作10年攒下的全部積蓄拿出來，兩邊老人又拿出養老錢補貼，真正掏空6個錢包，在還京入手一套98平的房子，總房款286萬，首付92萬，這裡面大半都是雙方父母的養老積蓄，每個月供11000多，貸款要還28年，每個月還11000還這麼多多少北漂的安家夢，最後變成了全家甩不掉的枷鎖。當初設想很美好，以後通勤上下班，孩子能有自己的家，老人以後也可以過了小住，也算在大城市周邊落下根。誰也沒有預料到後續市場的變化。幾年過去，各類規劃兌現遙遙無期，片區二手房行情一路回落。現在說同戶型的房子，市場掛牌價大多在110萬上下，即便掛着這個價格，掛牌大半年來看房的人寥寥無幾，就是沒人看房。你掛110萬，他當初小300萬現在掛110萬，你說這不就是膝蓋斬嗎？膝蓋斬，你說110萬，你真是神經病，你跑那地方買房。現在通州你花200万也能買一個70、80平的，你跑到還京幹什麼呢？說這套房子月供依舊，每個月按時還，這麼多年利息已經還出去幾十萬，當初掏出去了92萬的首付，賬面已經大幅縮水，賣掉吧低價出手，幾代人的積蓄直接就虧沒了，就是被風吹了不見了，你也不知道去哪兒了。你把房子賣掉，你实际上什麼都没了，对吧？那個養老錢，对吧？双方父母的養老錢、头钱都没了
两邊老人心裡很難接受，繼續持有高額的月供，月月壓在身上，房子住不上，也就是你說那麼遠，你跑那兒住幹啥呢？你現在在通州，在這邊上租個房子也挺便宜的，跑那兒住，每天上班通勤3小時，所以說啊，你說出租的租金連月供的零頭都覆蓋不住，這租金可以忽略不計啊，你租啊，就這麼進退兩難，死死卡在手裡。很多北漂都陷入相似的處境，房子早已不只是一套房子，裹挟着全家人的積蓄，老人的養老本金啊，還有自己對扎根大城市全部的期待。當初買房賭的是一個安穩的未來，最後困住的是實實在在的普通人。很多朋友問我，遇到這種房子賣不掉的局面，到底該怎麼辦？作為摸爬滾打20多年的北漂，我沒有萬能的標準答案，只說說自己看到的現實。如果家庭現金流充足，沒有大額生活壓力，那就當成一套長期持有的資產，接受它增值預期落空的現實，放平心態。如果每個月月供已經在透支家庭生活質量，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就要客觀權衡，認清現實，及時止損也是一種選擇。簡單點說啊，如果胡一靜老師他那個大廠的房子可賣可不賣，不賣就放那兒也無所謂，畢竟现在不收房產稅嘛，也就沒有什麼持有成本，持有成本可以忽略，對吧？就是物業費。好，但是啊，如果你對吧沒有胡一靜老師這種對吧家底兒，你是貸款買的，你每個月還得還按揭，那就得考慮了。這種房子住也住不了，對吧？你離你也挺遠，你要指望着升值啊，那這種可能性基本上就沒了，就不要有這種老想着它還升值。我在以前節目裡說過啊，2017年當時我就準備在河北買一套別墅，但是準備說養老，那個時候北京正流行這個啊，大街上都在發這種就是環京的各種房子，但是做宣傳就是好像河北是霸州吧，應该是霸州，華夏幸福開發的，因為那霸州有溫泉呢，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啊，霸州溫泉還是挺出名的，全是溫泉，就我們看中的就是溫泉別墅啊，溫泉入戶，我說那不挺好的嗎？對吧？以後在那養老的吧，有溫泉。好，有個周末我就跑去看了，開車去，確實啊，上了高速1個多小時就到了，下高速開不到1-2公里就到那個項目，其實也確實交通也挺方便。結果啊，我一下高速到那項目呢，我就嚇着了。他那個穿西服的啊，這個打領帶就是那種銷售啊，比去的人多，那滿大街都是。你以為你到一個什麼展會了呢？滿大街3-2都是那種銷售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我跑去一看，沒有相中的房子，那別墅是別墅，但是離我印象中的別墅那就是差點事兒啊，也就是寒碜了一點。當時好像我記得房價才1萬多，1萬吧，也就1萬。那別墅200平嘛，300平，200多平，大概200多萬，就1萬1平，大概就這麼個價位。溫泉入戶，有時候跟我想象中的別墅啊有點差距，所以我就沒看上，就沒買。據說現在那房子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是那房子賣不掉，是吧？現在那房子呢全是空着的啊，裡面都在長草啊。我去是現房，房子都蓋好了，我看都有人入住了啊。有的地方因為裝修了嘛，院子裡停着車啊，就不是院子門口啊停着車，有的已經住了。但是現在啊，即便当時在那買房的人恐怕也不住了。你说我現在我就知道了，為什麼溫泉不好？北方啊，在北方有溫泉其實沒有什麼用處。那個地方也挺尷尬的。你說離北京吧，說遠真不遠，說近也不近，對吧？你開車從通州過去還得開1個多小時，1個小時啊。河北啊，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全是房子，那得多少人住啊？所以現在那兒估計也成了鬼城了啊！如果你在那兒買了房子，你就是掛着先等人來買，怎麼可能呢？对吧？人家就是有1-2個人先去買房，他也不會買你的。那多少人要掛着賣啊？那都是空的啊！華夏幸福開發的，所以有的時候人就是命啊，就是命。那個通州萬達知道吧？我很多人恐怕知道，通州萬達有寫字樓，我大概也是17年。16年應該16年15年16年，我準備是在那兒買個寫字樓，自己開公司用的，而且跑去看了啊。16年那時候價格正高的時候，我記得那個寫字樓好像是2萬到3萬吧，100多平，好像整個下來400萬，準備買了，看好了啊，準
準備買，而且呢，我選的那一層也不錯，那個戶型啊，朝向看好了，已經100多平，其實不大，就是自己創業開個小公司在那兒夠用，萬達嘛，對吧？他都已經談好了啊，就我第二天去付錢，好像是第二天付钱還是怎麼着的？就周一那我看房是周六嘛，對吧？我周一去，他周六他好像是財務都不在，不上班，亂七八糟的啊，他寫字樓嘛。好，等到周一我打電話的時候，人家銷售說，哎，他們房子不賣了，要漲價，給我氣的。那不賣，那我還不買了呢。結果你看吧，幸好没買，買了這褲衩子也賠丟了，對吧？我這個投資失敗的案例又多了一個。就我第二天打電話是要交錢的啊，这周一準備去交錢就買下了啊，結果人家銷售說不好意思，說我們昨天才開會，晚上這個房子全部停止銷售。我說為啥？他說我們這決定要漲價，就是萬達啊，幸好他也漲價啊，他不賣，說他等到過了幾個月之後再銷售，等他銷售的時候再告訴我，通知我。哎，我說是吧？你別通知了吧，我也不想買了。如果我要買了，現在腰斬都不止。完了这个你也卖不掉，你的房子，你现在那個通州萬達那個寫字樓裡面一層一層都是空的啊，不要看到外面亮着燈，裡面你要進去，它裡面到處都是那個擋板給它遮住了，好像在裝修，實際上沒有，它就賣不掉。所以這個王老闆王首富也作得很啊！我現在在網上經常看到什麼說王老闆這個啊這神機妙算，對吧？跟諸葛亮一樣的，哎，挽救了自己多次怎麼樣，這都是胡說八道，都是不了解情況。房地產開發商都一樣啊，不要覺得好像都是不是就我們就只能分成兩類嘛，一個是央國企，一個是民營，民營的都一樣，沒有什麼區別啊，都一樣。央國企它是因為背後有個靠山，對吧？有國家這個信譽，所以它稍微好點啊，就沒有受衝擊啊，它人家稍微能扛得住。民營企業的吧，你後面沒有靠山，對吧？所以他們玩法也一樣。所以遇到的問題也一樣，沒有誰比誰聰明啊，誰比誰厲害，不可能。我買這麼多房子啊，沒有投資的，都是自用，買房未遂的也都是奔着自用去的，就自己用，沒有說要炒啊。但是幸好這兩個都沒買成，買成了可能也賠慘了。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